來看這個海墘啊，大家攏會欣賞，就是沙雕，這是通霄國際沙雕，每年啊攏有10萬人來參觀。今年主辦單位邀請10個國家藝人來這創作，今麥有26座做好啊，7月4號咧就要開始啊。但是大家講啊，今麥若是拄着風颱落雨啊，再加咪叫吹甲歹，陰甲歹去，這個老師就講免煩惱。頂頭做好了，攏噴一隻環保膠來保護啦，所以啊，唔驚風吹雨拍。工作人員用環保膠噴這沙雕作品，為頂懸噴到下骹，用手摸摸咧，確認無問題。通霄國際沙雕展7月7、4要開始，拄着鋒面甲西南氣流的影響，苗栗通霄開始落雨，就監管這個雨會愈落愈大，影響沙雕的品質。不過，這個沙雕老師傅卻是老神在在，原來早就有準備啊。在維護的時候，我們會噴環保膠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它會可以形成很厚的這個保護，它再大的風雨我們都不怕。老師講，在做這沙雕時有噴一層環保膠，加上通霄的沙。伊的沙就是經過風吹過過濾的海沙，攏無甘塗，這噴環保膠保護的效果特別好。無論是沙的顏色、沙的質地或雕刻起來，它的維護都很容易。我們也是開幕前台風就來了，我們就是一樣都沒有任何的損害。去年的沙雕展開無前，拄着風颱過了後，這沙雕遊玩好好，員講是奇蹟。今年將展出26座的沙雕，老師講有這環保膠來保護，就算出來有風颱嘛唔驚。這沙雕作品應該閣會當通過考驗。